大家好，我係黎耀祥，我係李思琪。我哋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下點解我哋屋企都選擇用刀標油。一個字，好咯。OK， 咁你先講下點為之好先。香，濃濃嘅花生香味，煮出嚟嘅餸菜夠香夠好味。呢樣嘢我可以做證啊！思琪姐煮啲餸呢，色香味俱全嘅。色香味俱全係唔夠噶，最緊要係要有家鄉味，係香噴噴嘅香啊嘛！一家人齊齊整整，可以日日享受到屋企嘅家鄉味，係幾咁幸福呢？梗係啦，淨係填飽肚啊容乜易啊！但係要同時溫暖埋個心呢，就必然係屋企嘅家鄉味。用刀標油煮得好，食得好，家人相聚必然更加好。所以聽緊嘅你，餐餐要有家鄉味，點少得刀標油啊？有刀標油就有家鄉味，有家鄉味，家人就必定多相聚。咁家中就會幸福多，歡樂多。